好来，乡亲继续来看这个台南市今仔日确诊的病例是一例，是日前确诊的迄个个案的太太。台南市政府嘛来公布着确诊者去过所在。我想说，今天非常坦白讲是有点遗憾哦，我们今天还是有一个确诊哈。我们这个确诊的部分，我们不过他的足迹是比较清晰的哈。那也目前为止看起来没有什么外扩的这个状况。那首先先请卫生局许局长来跟各位报告我们先产生的这个案11615哈它的一个状况跟它的一个足迹说明。好，那各位市民朋友、各位媒体朋友，大家午安哦。我们先公布案11615个案的资讯跟足迹。她是本市仁德区的个案，40多岁女性，为6月6号公布案11100的同住妻子。那5月20曾未戴口罩与本市5月26公布的案5645接触谈话。那也因为这样子可能同时染疫。那在5月24、26、28的时候，跟她的先生按11100一样，因发烧自行开车至诊所就医。6月4号也跟他先生一起到医院采检，当时采检为阴性。那6月5号，因为按11100确诊，开始居家隔离。6月7号又持续出现发烧的症状，所以卫生局再次安排到医院采检确认了那他们的匡列跟我们的案11100一样了哈。那目前病人也是状况稳定中。以上报告。好，谢谢卫生局许局长，因为他的这个11615哈，他的足迹相对单纯，而且是跟他的先生也是11100哈同住所以这个感染源是非常清楚的哈。